照统计，台湾人是有失智症的人，按算有24万4300人。65岁以上的老人家，每13人都有一定人失智；上80岁的每5个人都有一定人失智哦。不少引来引导人从事失智症的治疗和个照顾。70人次的尤尚美，认真看到伊的妈妈照顾有失智症的家婆，真蛮辛苦，一路吞工厂时的石头，还个替美国创立的事业变黑。多种来台湾用失智症治疗来口冒事业，以前的职能治疗师做免修，向下开发的作有游戏包，透过专业评估老人家的失智程度，和个设计相关的课表，提供适合老人家同家属向下教的游戏，好触及脑部反应、手部协调、情绪稳定也到。大部分的游戏也个生发的功能都唔会退化的按键。失智症的照顾方式也很够多样的。一起唱哦，来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再一次哦，来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很好。見挑電舞、見大節拍，望嘅搖翻啲，提供人嘅30公升嘅做面show，動身忙嘅啲嘅帶頂按到熱跳舞，台下嘅成員做前都係跳拿無碰拍嘅阿伯公阿伯婆。2、3、4，加油！來，右腳踏出去，右腳跑跑跑，左腳踏出去，來。按到老人家笑眯眯嘅，向樹見天堂嘅親密，推廣打扮到東古道嘅做面秀，係佢哋職能治療師，俾到會同失智嘅老人家，韓國家條嘅屋企人，聽行隨喜樂杯，開業治療課程。有啊，很開心的呀。有沒有很想要來這邊？想啊。為什麼都會一直想要來這邊？這邊好玩。林慧奶奶來5顆哦。1。也是一个我们照顧者的一個出口啦。那对，因為當初確診之後，我們醫師就告訴我們說，他媽媽的狀況是不會痊癒的，只能夠想辦法幫助他延緩他退化。他會願意動腦，不然他在家就是一直看電視。很好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。做面秀頭擺啲醫院做職能治療師，經驗比到醫院仲係用固定嘅方式來同病人復健。佢行出來為同意做預防。毛豬、木鐵夾變到洋葱，嗰種嘅天為重飲，遇到個沙期類同有失智症的人聽書。我覺得做的其實很有限，很有限，然後常常跟他們的互動都是臉上看不到特別的笑容，而這樣的一個生活化的一個流程是必須在社區發生的，不會在醫院發生。那我可不可以透過活動來延緩他的退化，或者是可不可以促進他生活多一點豐富性？主題帶定幾條從國外跳舞，行到幾條搞各種遊戲，叫下參加一條課程，分扎嘅舞卡兒，每次都幾條加減有為改變。我們沒想到說這種遊戲可以讓長者靈活度，然後頭腦、手指都會帶動起來。然後現在是它遊戲的種類又很多，又很多元，這樣。實際上，這些失智長者其實他心理也是很脆弱，他很需要社會關懷，也需要更多的支持團體。那你可以看得到長者臉上的笑容。課程發動現場，還有一個負責協商技療嘅團隊成員尤尚美，兼同幾條打嘴鼓。現在佢係一個工程師，是去到美國求名事業。不過佢發現，讓媽媽遇到為困苦有失智症嘅阿家婆，無論身心就強飲飲嘅，佢想一個為將來台灣做到乜嘢？就我要去紐約之前，我在整理家裡，我就看到我媽畫一張素描，就是她就畫我妹跟我外婆，她就說照顧小孩其實很高興，因為你知道她會一天天長大，可是照顧外婆、照顧媽媽，你就是會很傷心，因為你知道她會很沮喪那樣。認真看到阿妹按辛苦動物攀地，將來台灣仍然是個種文書，不所開始上，為用乜嘅方式來同失智症的人，韓國幾條嘅國家人聽書呢？佢哋想想，冇就來本幾條搞作風嘅遊戲好啦。先對哦，來嘛，哎呦呀，哦就當咧，哎，來嘛，
等下吼，咱有活动，啊你算哦。哦，你看。拿出一类公器上，底部有各种高嘅东西，让伊行到嚟到，佢按上菜嘅阿伯鋪嘅副卡，為用一條做空嘅遊戲嚟同老人家互動。對人生原局嘅練習時，我就會用數目式嘅排列，將阿伯鋪照順序排出來。我就會用飲奶同有色嘅棍呢，為阿伯鋪嚟練用嘅對象。就是你要如何去評估這個長輩能力，對於家屬可能是個困難。那我們的話就可以給不同桌遊，它有可能，其實我們把桌遊把它當成評估，在評估的過程中，你發現它的空間感、亮的感覺，好，還有一些顏色的配對、分類、推理能力好不好，再設計相關的桌遊。用一遊戲包嚟準同老人家嘅意圖口味，係嗰種禮拜為這個嚟評估，佢會揾個目標有嘅遊戲模，然後遊戲包用啲嘅按嘅複卡。就係愛看顧嘅人，平常時愛較接地位，同實際嘅老人家強下教。你今日算拄只算，會記你拄啊算幾款啊？幾款啊？迄個會記哦。拄只你算幾項？我袂記啊。袂記啊。这邊啊，這邊是這什麼色？紅色的。那醫生是跟我說，這種要恢復可能比較難，但是盡量跟他保持，不要再惡化。那除了藥物之外，他希望說能夠透過一些生活上的互動，這樣子，他會改善這樣子。就覺得是進步是蠻多啦，至少沒有再惡化。目的不是玩桌遊，目的是讓他享受在其中。那桌遊只是媒介，而不要被桌遊綁住。說我來這邊，我桌遊拿出來，我就一定要完成，那個意義不大。主要是它是媒介，然後讓你可以因為這個媒介跟長輩開啟話題。做文書負責帶大家用嚟搞遊戲，韓國評估資料，有上面係負責開發 App 同經驗用針合符，行到打棒做項遊戲，愛實際嘅人會多用頭腦，韓國心肝會行較快。不過行到複卡人要按到時間，好批定行到強下教模，係推廣也項做項遊戲一定太嘅困難。要專業人員來跟他輔導，那我在旁邊跟他互動，這樣或許會比較有持續性。可是我們會發現很多家屬其實他沒有空去跟長輩互動那樣，那就是也就變成說我們這東西放到家裡去，然後他就是放在那再也沒有拿出來這樣，所以我們其實這的服務它不只是遊戲而已，或者其實是教材，只是我們把它說成是遊戲，因為比較輕鬆。我們還會找陪玩員帶着這個遊戲進去。一張遊戲包有設置領域同其他條複卡爾強下就會較輕鬆，交嘅動作同日常生活連結起來，希望冇按樣退化。分賬嘅複卡爾對治療嘅方式也有為限卡度嘅限制，對有設置真嘅人來講，未算係一個友善嘅環境。